大家好，我係 Gary， 歡迎收睇今日要聞。恒指爆瀉超過3000點，創下歷來單日最大點數跌幅。七師傅4月7號再有驚人預言，喺 IG 出 post 指恒指必穿2萬點，並有準確日子，指美股呢日大跌，4月19號跌。根據香港01報道，七師傅自信表示，未來股市野樓市嘅走勢我全部都知道，恒指必穿2萬點，無數次預言都準，你估亂吹。佢透露本身係財經記者出身，加埋老公係哈佛大學畢業，二人會經常一齊討論研究恒指。近日美股大跌，佢預告之後會反彈，但係唔會狂升，因為美股實在太貴太高，好快會由2萬點跌至18800點。寫道最新占卜4月19號跌。七師傅解釋關稅戰仍然影響成個股市，大家可以讓子彈先飛一陣。而6月減息機會大，資金開始避險緊張，聯儲局會收水，連金油、比特幣本來避險，但亦正下跌。咁至於美股之後呢，有反彈，但係唔會狂升嘅，因為美股實在太貴。而佢強調呢，自己呢並冇炒股票，只因粉絲提問呢先至統一回覆。睇下另一單星島頭條嘅報道，有網民琴日4月7號喺社交平台 Threads 發帖，表示恒生指數大跌，見到地鐵站有位婆婆喊咗好多個站。該網民發佈嘅影片睇到一名婆婆攞住手機聚精會神觀看股票 App 查股價，畫面睇到當時恒指大跌逾3000點，已經跌穿2萬點。婆婆查約11隻愛股，除一隻股價稍為上升之外呢，其餘全部大跌。掃描影片中，婆婆定睛細睇股價暴瀉，神情木然，感覺相當無奈。最後佢吞咗一口口水，提咗一提手袋之後，又繼續注視手機顯示嘅股價。咁樓主喺影片中配上傾城嘅歌詞，紅眼睛幽幽嘅睇住呢啲孤城，如同苦笑擠出嘅高興。又喺畫面上加上婆婆喝咗幾個站嘅字句，相當幽默。有網民留言安慰：食得鹹魚冧得渴，股票又唔係第一次冧。有網民批評樓主偷拍婆婆，有人問點解會有人用防偷窺芒貼，呢個咪原因咯，睇都算，仲要影，變態。咁樓主則回應聲稱呢，該婆婆呢其實呢係佢嘅親人，佢係我嘅婆婆，並且附上一個喊住表情嘅 emoji。有網民即提醒樓主啦，呢幾日呢唔好俾阿婆自己獨處。另外，唔少網民喺各大網絡平台留言分享呢次股災嘅慘況。有網民喺連登討論區發帖，表示一日跌成3000點，辛辛苦苦儲咗100幾萬積蓄，一下冇晒，咁今次爬唔翻起身啦，好攰啊！網民即係留言為佢打氣，表示希望喺聽日有跌即有升，儲翻嚟嘅唔係等佢上翻去咯，唔急用可以等下，命得一條，唔好咁傻啦。咁有網民就表示啦，今次輸咗20萬蚊，輸咗20萬要1年先儲得翻。有人則表示輸咗50萬，等於佢一半身家。有人則指已經輸掉半年人工，即30萬元。有人表示輸咗60萬元，唔知點算。不過有網民則似乎睇準市況，反喺股災中有錢賺，表示賺咗少少。唔少網民留言鼓勵，呼籲暫時輸股票嘅人士正面積極面對，只係賬面數，遲早會升翻。長揸有息收，怕咩？歷來股災之後個市都會升翻，唔驚。贏咗經驗，冇輸尊嚴。有網民又建議，若有壓力股民可以暫時離開股市，以調整心情，唔開 app 就冇輸啦。最後就睇睇著名經濟學者徐家健同埋星島頭條記者兩篇分別喺星島頭條嘅文章。首先我哋就睇徐家健嘅文章，分析特朗普關稅戰嘅目的同埋最壞影響。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禮拜於所謂解放日4月2號宣布對所有貿易夥伴徵收對等關稅之後，引爆全球股災，為美國1930年拯救高企失業率之後再次實施高關稅政策，為當年實施關稅壁壘之後，卻令到全球景氣大蕭條惡化。經濟學者徐家健對此認為，特朗普係企圖透過關稅一次過實現增加收入、保護本地生產及作為國際貿易談判籌碼3大目的。佢又指，中國迅速回應反制美國，香港亦會受波及，除非內地推救市方案或者同美國協商，否則市場或者需要長一啲時間恢復。徐家健指，美國歷史上最早期開徵關稅，主要係為咗賺錢，幫政府增加收入，所以自美國立國至1860年期間係關稅最高嘅時期。
關稅收入亦都係最重要。到咗中期，即係1861至1933年，保護本地生產主宰咗關稅結構，及後由1934年至特朗普出現，關稅政策又成咗國際貿易談判嘅籌碼。佢表示，特朗普喺2017年就任美國總統嘅時候已經推出關稅措施，但增加關稅之後，美國經濟不但冇蕭條，對美國貿易亦都冇好大影響，相反為政府增加唔少收入。咁同時呢，中國嘅貿易呢亦都唔係跌太多。咁談到今次推關稅措施，徐家健指特朗普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當面對美國龐大債務及赤字問題時，增加關稅有其誘因。希望短期內令美國稅收增加，但補充指可能過咗1年半載，持續咁高關稅嘅話，貿易亦都會下跌，稅收亦都會下跌。喺內部壓力底下，關稅措施亦都會相應調節。咁另一方面呢，佢認為特朗普亦都希望快啲同其他國家協商，因如果係純粹為賺錢而加關稅，就唔使再傾落去。反之，今次則一早打開口牌，預料同別國商談。佢坦言，相信特朗普最終提出嘅關稅方案呢，未必所有國家都會增加如此多嘅關稅。徐家健又指，雖然中國同加拿大今次好快作出反應，表示會反制美國，但反制亦唔代表唔會商議，只係純粹擺一個高姿態，為雙方協商期間嘅不確定因素將令到市場不安。如果中國未有推出救市方案，或者未有同美國磋商，相信對短期內整體市場仍係唔樂觀。而香港毗連中國亦都會受波及，一旦雙方企硬，咁預料中港股市短期內或者再跌逾10%。佢更加指，而家唔係最壞時候，如果最終協議唔成，相信整體經濟或者會捱一段時間，最壞係要捱足4年。另一方面，近日美國全國多地有民眾示威反對特朗普嘅政策，為期1月再度入主白宮以嚟最大規模嘅抗議活動。徐家健表示，雖然示威人數唔少，但現時美國好分化，特朗普民望仍然好高，支持特朗普人士暫時仍佔好大比例，而且示威行動亦都唔會令特朗普原本嘅支持者調返轉頭上街。最後呢，就睇埋星島頭條記者嘅文章，羅文就提到，特朗普加徵關稅最終目的係為下半年減息擴表做準備，以解決美國債務問題。具體而言啦，特朗普採取先做空再做多方式，通過加徵關稅爆擊全球股市，保持美元流動性，同時製造全球流動性緊縮，打擊他國經濟預期，逼各大經濟體同美國進行利益談判。當股市暴跌、資產價格暴跌之後，則能以救市為由，迅速減息擴表，以流出嚟嘅美元抄底全球資產。如此既能夠保持美元強勢，還可以稀釋債務。該文章又認為，特朗普最希望見到嘅3部曲，分別係4月加關稅、4月及5月與主要經濟體進行利益談判，再到6月時談判差唔多啦，股市亦都跌得差唔多啦，就開啟大放水，再次收割。當然，有關邏輯能否落地，仲要睇聯儲局取態以及通脹數據，但係相信會有一番博弈。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CLS 3部曲 subscribe 同撳埋隔離嘅鐘仔，有新片推出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